我好負責任，我好樂於助人，我好追求效率。嗱，呢啲咧一直都被教導為咧，就係話我哋要為自己某啲正面嘅性格特徵感覺到自豪。但係如果我話你知，你最引以為傲嘅正面性格，正正係你人生最大陷阱，你會點諗啊？從九型人格嘅角度嚟睇，你嘅正面性格其實只係一套你由細到大為咗符合呢個社會生存而發展出嚟嘅自我防衛機制性格。當你過度使用佢啊，你最大嘅優點往往可能會變成你最致命嘅弱點嚟嘅喎。例如一個注重正確啱嘅1號，會變成一個對自己啦、對人哋咧都會有一定程度嘅要求，慢慢可能會變成咗充滿怨氣嘅批判者。一個最懂得愛、最懂得關愛他人嘅2號，就會變成一個唔識拒絕啦，甚至迷失自己，最後變成內心枯竭嘅老好人。一個成日講求效率、講求成果嘅3號，慢慢可能會變成一個不停模仿其他成功嘅人，而忽略咗內在真正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然後迷失喺一個謊言虛偽嘅世界裏邊。你嘅型號人格嘅正面性格特徵可以令你安全，同時亦都可以限制住你。學習林家九型嘅9型人格，唔係為咗要表揚你嘅性格有幾好，而係要幫你睇清楚呢個自我防衛機制嘅性格點樣將你帶去懸崖邊，點樣限制住你。